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新嘅一年2026年，Ella1要講啲12生肖係屬咩嘅先？梗係屬猴子啦。今年入邊嘅猴子嘅，雖然你冇犯太歲，今年嘅運程嘅方面咧就唔係咁好啦。去照顧嘅身體，因為今年入邊家門有喪事一齊，對自己嘅運氣屬就唔係咁好啦。所以今年入邊屬猴子嘅人，無論做咩事情，交通揸車咩都好，都要好小心，因為冇吉星高照喎。雖然你冇犯太歲，不過你嘅運冇咁好，工作嘅方面都唔會有好有順利，好多嘅小人，亦都係講翻嗰句啦。講者冇心，聽者有，甚至講係嘅感情線喎，變化非常嘅好大。係講你屬猴子，你唔夠專一，你搞三搞四，搞多事情嘅方面，咁嘅樣咧，對你嘅感情線咧，又出咗個問題出嚟啦。問題出喺邊度咧？自己都蒙查查，因為你係嘅猴子方面諗嘢咧極端啲咁多。咁樣今年入邊咧，屬猴子嘅人咧，工作方面都唔係咁順利，只有安分守己，千祈唔好諗住投資嘢啊。今年入邊咧，要有破財。頭先我都係講翻嗰句啦，屋企嘅有老人家都愛叫佢小心一提，因為今年入邊屬猴子嘅人咧有喪門。不過咧都唔係講你一年到晚嘅，咁樣都有貴人扶你哋嘅貴人咧，一個屬牛嘅同埋一個屬龍嘅。不過有貴人咗嘅方面嚟講，你要多啲嘅把握。記得屬猴子嘅人年30萬嘅情況，叫自己嘅老婆就要包18粒米俾你啦。點解會包18粒米啊？唔係包錢啊，師傅。因為點解人哋講有米有米啊？咪就係屬於錢啊，咁樣樣咧，你愛專一一切喎，對老婆嗰方面啊，係講唔夠專一嘅方面，咁嘅樣對感情線嚟講變化好多噶喎。老婆屋企係個風水嚟噶嘛，你話冇？有個女人喺屋企係特別好啲嘅，你話冇？你自己今年入邊過新年嘅情況喎，着嘅顏色嘅方面，黃色啦、青色啦，同埋嘅灰色嘅係你嘅幸運嘅顏色，咁樣你嘅幸運嘅號碼係1同埋嘅4，明白冇？所以我係同你講講咧，今年入邊咧屬猴子嘅人係面得到嘅嘢，就最好就係面咗佢啦。除開自己嘅家庭嘅方面有喜上加喜，即係講屋企有嫁女啊、草心抱落生細佬哥啊，係好事咯，就會沖起你自己本人你嘅運氣嘅方面。OK， 咁樣我都恭祝你哋咧屬猴子嘅人嚟講，最緊要同一件事情咧，身體要健康，明白冇？家庭一切本身平平安安。明白，工作順風順景，咁樣今年入邊咧，我都恭祝你哋呢個馬年入邊咧，心想事成，財源廣進，滾滾來啊！OK，拜拜。